我靠耶和华，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即号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袂惊。叶犹原要生喙，伫打扫的年拢无挂露，国家果子无煞。兄弟姊妹平安。即时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请起立三甲来唱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请犹原徛咧，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明天日马，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对带阮入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名，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是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记载伫诗篇27篇，启应文第10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活倒失败。
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赢。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圣地仰望伊的面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互我藏伫步病内，伊会保护我避伫伊厝内。伊会互我囥伫石板顶，我的头仰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步病欢喜献祭。我要唱歌讨好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引我，引导我，你对我讲，就来调剂我。上主啊，我来调剂你，求你唔通唔面唔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罗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扶助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对敌的长胆，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危险恐吓我，我亲信一项事，要我第一，我要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要勇敢壮大。一声着信靠上主。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所定的日子，阮同心合一组织敬拜你。主啊，今仔日是父亲节，伫阮细汉的时阵，厝里有两个太阳，两个日头，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爸爸甲妈妈伫每一个家庭的角色无相共。总是出去耍的时阵，迄个甲我比赛走撞、拍球的是爸爸；甲我抓悬悬、飞起来，做真侪危险但是刺激动作的是爸爸；到暗时忝啊，派阮转去的也是爸爸。父亲节的时阵，阮总是唱一条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若是亲像棉照被，互囡仔抱暖；爸爸就是下面的眠床，互囡仔一个坚固、安全、休困的所在。囡仔人毋知影眠床四支骹的负担有偌大、有偌重，总是看到因困甲甜蜜，所有的辛苦拢是甘愿。主啊，愿所有的人嘛有一个共同的老爸，就是你，天父上帝。你是阮唯一的太阳。虽然无时刻感受到你，总是阮知影你一直咧看顾阮，亲像牧羊的引带羊只来到青翠好枝的草埔，互阮食、啉，也保护阮的安全。这几天的台湾其实真无安稳，中国的威胁几十年来是愈来愈大，但是阮知影对敌的存在是阮进步的动力。你互阮的试炼袂超过阮所能承受，你的恩典嘛有够额。求你担当劳苦的人的重担，指引迷茫的人看见方向，医治破病着无的人，互绝望的人得到盼望。求你的灵甲阮伫地，求你互苦难
离开阮。明仔载开始，阁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家己。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今仔日邀请由圣歌队、基教团契、青少年团契所组成的一个联合诗班，来唱这条歌《爸会疼》，来对所有的爸爸们表示敬听。
相信所有爸爸听到这首用为心来唱出来的歌，应该拢真感动。这是来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有2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7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7节，伫圣经新约第50面。已经到学生的所在，就看见规大阵的人为因，也有经学士甲因辩论。人看见耶稣脸边大戆额，行来就近伊，甲伊请安。伊问因讲：“恁甲因辩论啥物？”众人中一人应伊讲：“先生，我有带我的囝到你遮，伊犯着恶狗的sin，无论伫啥物所在，掠伊就互伊摔倒，伊就流烂、咬起，搁倒落去。我捌请你的学生赶伊，也因袂话。”耶稣应讲：“哎呀，毋信的世代啊！我要甲恁待偌久呢？我要吞论恁偌久啊？带伊来就近我。”伊就带伊来，一下看见耶稣迄个鬼脸边，互伊大抽踹，就倒伫伊涂骹并来并去，流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伊犯着即个偌久啊？”讲：“对细汉的时，斗将伊ฮ็落火，ฮ็落水，要灭伊。总是你若会做啥物，就怜悯来帮助阮。”耶稣甲伊讲：“怎样讲？你若话啊，有信的人，逐项拢话。”囡仔的老爸脸边后叫讲：“我信啊，我所信无够的，你着帮助我。”耶稣看见规阵人行活来，就责备迄个邪神，甲伊讲：“你下狗臭耳人的神啊！我命令你离开即个人，无搁入伊。”迄个神后叫大求立伊，才出去。迄个囡仔亲像死一样，地教人较侪讲伊已经死。若是耶稣牵伊的手扶伊起来，伊就起来。第二个所在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46节到54节，伫圣经108面。约翰福音第4章46节到54节。耶稣搁到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伊用水变酒的所在。有王的人神，伊的囝破病伫加百农。听见耶稣对犹太到加利利，就去就近伊，叫伊落去医治伊的囝，因为得要死啦。耶稣对伊讲：“若无看见神迹奇事，恁的确毋信。”王的人神对伊讲：“主啊，趁我的细囝还未死，落来去。”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囝活啦。”迄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就去。拄落去的时，伊的路仆几若人拄着伊，甲伊讲伊的囝活啦，就问因啥物事才较好，因就甲伊讲：昨日到1点钟热体。老爸知迄时拄是耶稣讲你的囝活啦的时，伊家己甲全家就拢信。这个第2摆的神迹是耶稣对犹太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以上。
是讲道，请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信靠天父。爱先甲联合诗班这个感谢，这活着一甲子第一遍父亲节做甲遮盛大，毋捌拄过讲教会父亲节做甲遮尔大，拢母亲节呢。多谢恁很好听的歌，咱是天父囝儿，那么孝念咱家己的老爸，请同心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圣经讲，兄弟姊妹好好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你是阮天父的爸，今仔日阮咧庆祝父亲节的时，阮无忘记你，阮伫天父的爸。当你的正囝儿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遮，来尊重、来感谢、来学乐上帝你会听的时，阮相信你设立的宝座伫即个会中。也真欢喜要悦纳阮对你所表现出来的敬意。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虽然阮中间侪人做父母的，总是真侪代志，阮无能力通好来处理。阮会通倚靠的是天顶的爸。感谢你，互阮会通做你的囝儿，凡事拢会通对你求。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一方面阮的纪念感谢阮的地上，你赏赐阮的老爸，伫因的牺牲付出来经起一个家庭，也养育阮来成人。一方面，阮无忘记你，伫人生的道路关顶，阮更较需要天父上帝你的同在你的祝福甲你的恩赐，因为你是老爸的老爸。恳求主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信息，更较会晓来倚靠天父的爸，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咱提早一天来庆祝父亲节啦，吼！我伫即个网络上，我先讲，这网络有真侪消息，咱实在是无法度通去证实是毋是真的啦。毋过咱先来，我找着吼，甲大家分享的。你敢知影父亲节安怎来？父亲节安怎来？这个大概是事实啦，吼。伫1909年的时，有一个 Mr. Stout， 这个妇人人因为伊的老爸过身，伊的老爸真伟大啦，吼。照记载就是讲，这个 Mr. Stout 的老母生6个囝。第6个囝儿咧生产的时难产全过身所以就是老爸父兼母职，甲因6个囝儿拢养育大汉。到后来，这个囡仔大汉了后，讲大家拢咧庆祝母亲节，也无人咧庆祝老爸，安尼好像不太公平对阮爸爸。所以伫迄个所在就发起各教会社团，伫1910年的时阵，伫Washington State。伫遐来发起，就有一寡人响应即个活动。总是事实上诚侪一个较世界性，也是伫美国较注重的节日，伫真后壁到1966年的款伫尼克森也是大概到迄个时阵，因才甲6月的第3个主日当作是正式美国的一个父亲节。即马听起来是讲有52个国家是伫6月第3个礼拜日，因为母亲节是5月第2礼拜，6月第3主日是咧庆祝父亲节，有52个国家。咱无咧庆祝6月，咱咧庆祝8月这是第2项。那父亲节，咱知影母亲节，大家拢爱挂康乃馨啦，你敢知影父亲节？今日嘛无人咧挂啦，我看伫逐所在嘛无人咧挂。伊本来即个发起的人，伊望讲会通用玫瑰花啦，玫瑰花红的就是爸爸也得的，若白玫瑰花就是妈妈，伊望安尼啦，毋过发展出去，听讲世界各国真侪人因用无共款的表现，有的国家是用太阳花，也是向日葵爸爸亲像向日葵来纪念老爸搁落去当然是日期拢无共头先讲美国咱台湾是因为咱88这华人的世界，讲8月8号甲
爸爸迄音较近，所以咱就伫8月8号来庆祝。德国，迄是网络上讲的，毋知有影。德国是国外节了后40天，咱国外节了后50天咧庆祝五旬节，德国是伫国外节了后40天咧庆祝父亲节吼。西班牙因毋知影传说讲耶稣的老爸约瑟是3月19生日吼，这当然拢不可考啦。所以伫西班牙3月19，因咧庆祝父亲节，所以世界大家拢无啥共。美国因咧卖卡片吼，即大家咧生日咧寄卡片啊，是节日咧寄卡片吼，大量会通即个卡片的销售最高吼，父亲节排第4名。我咧想第1名应该是圣诞节啦吼，圣诞节大家。第2名应该是母亲节，第3名国外节，第4名是父亲节。我看起来是袂歹吼。父亲节，讲美国人会通送1亿张的卡片要互爸爸。可惜我是毋捌接过即种，毋是1/1000的迄种迄个人啦吼。我想拢是女儿都会比较贴心吼。伫即个节日拢较会写一寡安尼感谢的话。若生囝大概较免想啦吼。我顺便安尼讲，明仔做囝的明仔载，拜托你写一个互恁爸爸啦吼。我是会足欢喜，会足 surprise。你捌听过即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未？听讲这是以前有一出电影叫做《可怜天下》，毋过这嘛是传说，这网络上找的啦吼。我去查讲"天下父母心"是虾米人写的诗，你绝对想袂到，虾米人写的呢？网络上你再去跳查，这是假消息还是真的？慈禧太后，听讲是慈禧太后伫老母过60岁的时阵，伊送真侪礼物，顺续写一个诗要送互。我慈禧太后嘛是一个才女呢吼，伊写的诗我真有意思吼。世间爹妈情最真，烈血融入儿女身。但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咱做老爸老母了，咱的心差不多拢放伫囝儿的身上，所以咱会伫这个母亲节来父亲节，特别去纪念爸母对咱的疼痛。我知影前一阵伫台湾有一个真大的案件，我无真清楚什么叫做恩恩案吼。就是伫即个4月时阵，即个老爸伊谨守防疫的规定，伊的囝2岁染疫了后，一直求救，伊家己袂当，因为染疫袂当直接去病院求诊，所以一直敲电话1922啦、卫生局啦、倒位啦，赶紧发烧真严重。总是等81分钟了，救护车才来，当然，即个囡仔后来也不幸来过身。即个案。当然，即马也阁有真侪各说各话。总是伫伊的脸书观点，我想，咱做爸母的拢会通体会迄种老爸的心。伊讲伫迄个时阵，囝生死存亡，感觉非常的无助。我一直咧叫卫生局，为什么救护车一直也未来？感觉真毋知要安怎来处。伊嘛足当然过身了，伊真很不甘心啦吼。应该救会起来，如果较早来处理的时阵，所以嘛活伫自责的内底。如果当时我若采取这个行动，无一定阮囝今仔日都毋免安尼。当然，逐个人对这讲你小题大做啦，防疫都已经尽力啦，等等。总是我想，用老爸的心，咱会通体会伊迄个无助，很不甘心，也是讲伫自责，我应该通去做啥物？迄种的心内底，往正面想，我想以后一个意思是讲，整个行政系统嘛好检讨，后摆类似若有即个代志会通反应较紧，尽量莫阁有第二个恩恩。我想即个是一个老爸心，咱人体会伊伫这样代志观点，伊一直要甲追求真相，或者应该负责的单位来做这种的警醒。今仔日咱所谈两位的圣经，你若注意到，就是有两位老爸
拢是为着伊的囝会破病来求即个主耶稣的帮助。一个就是伫马可即个第9章即个即个囡仔应该是差不多，我想应该特别快成人啊啦，因为耶稣甲问伊讲，从囡仔的时阵就安尼啊。迄个病咱今日看起来敢若是癫痫啦吼，咱讲羊癫疯啦吼，还是讲癫痫症，病发起来就会抽搐，就会咬喙齿、流烂，就口吐白沫等等遮受尽苦楚吼。后来咱嘛知影，确实即个要发作起来吼，真正也无咧经所在啦。即个老爸讲，伫火、伫水。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有即种经验，我的老母捌甲我讲，伊有一个妹妹，我有一个阿姨吼，随常是超10通岁时阵，就渐渐忽然间发作，跋落水来煞淹死即个代志。所以，厝里有即种的囡仔，伫迄个时代，即个老爸老母实在是提心吊胆，逐工都爱看伊咧艰苦的时阵，毋知要安怎甲帮助，无法度通甲伊帮助。所以非常的艰苦，伊咧求主耶稣来甲伊帮助。第二个，咱看见是即个囡仔，伊的囝大概已经到得要死啊。圣经甲咱讲得要死啊，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咧赶紧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耶稣，所以伊伫遐来赶来找耶稣来帮助伊的囝儿。我想咱对第一个故事，迄个老爸的时阵，就是耶稣拄好为变毛山，伊带彼得、约翰、甲雅各去伫山顶变毛，毋是所有的学生拢介做伙去，其余的学生伫山骹，伊落来的时阵，看见规大阵人为遐其他遐学生，有一寡经学师咧甲伊的学生伫遐咧辩论咧讲啥。当然咱毋知影讲是咧讲什么代志啦吼，总是事实上。有时咱嘛会拄着即种的困扰，咱厝里拄着问题，咱会听的人有拄着问题，足侪人会提供真侪意见吼。你这个病就是安那啦，就是爱食这啦，爱用什么货啦吼，等等遮。有时大家即个爸仔囝伫遐听别人咧评头论足，伫迄个所在，毋知安那去迄个感受。有时咱需要有一寡同理心到底咧辩论什么？即个囡仔的病情吗？毋知影，还是讲因遮咧质疑遮经学师讲你的老师会赶鬼，会医病，会做遐侪代志，恁遮做伊学生的，哪会无即种的能力？伫迄个所在，伫遐咧讲遮个代志。耶稣讲恁到底咧辩论啥？然后即老爸出来甲伊讲，我有带我的囝到你遮。对迄个时代有即种病的，因拢感觉是犯着鬼吼。即老爸甲耶稣讲，伊犯着恶教的神，所以咱知影伊即个囡仔毋是干那简单，伊个恶教个臭耳人，所以他是多重障碍一个囡仔。无论伫什么所在掠伊，就甲伊摔倒吼，流烂咬喙齿，有时这舌拢会去互夹断吼，佫夹流落去，这足传统的。互伊跋倒吼，我请你的学生赶伊也因袂话。我什么时阵？即个敢最近才得着即个病，伊讲对细汉的事，豆豆将伊，所以伊毋知经历过偌侪痛苦，连伊跋落水，连伊跋落火。即个邪神，即个病就是要甲灭啦，就是要互即个囡仔死啦。所以总是你若为做什么，着人民来帮助阮。这个阮是复数，你艰苦毋是干这个囡仔，我们全家都为着这个代志咧艰苦。咱咧看这个老爸讲话，随上会通感受到迄种已经对这个囡仔的病，甚至耶稣伊嘛无抱真大的愿望。伊讲你若会做什么？你若通小可无互伊病卖较严重，还是卖定定发作，还是你若能做什么？人民来帮助阮，伊可能从细汉到囡仔，已经毋知找偌侪人去帮助，一再失望到今仔日，你的学生嘛无法度通做什么，所以最后我真卑微讲，
啊无你看安那有甚物款帮助阮，来互即个囡仔减轻一个痛苦，姑且一试啦吼。我想即种诶，就是咱村诶人老人，伫即种诶破病，当医生也是爱帮助诶人讲我无能为力。迄个怨，迄个艰苦，整个家庭伫即个死亡还是病痛阴影之下，咱拢共款求你怜悯阮即个家庭，毋是干即个囡仔，毋是干我诶囝咧痛苦，事实上阮也非常诶痛苦。即过去诶经验，和即个老爸诶讲法很有保留啦，很有保留，对耶稣诶能力很有保留。你尽力而为啦，尽力而为。所以这咱有时吼，这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咱有时吼拢，上帝你哪通做什么，你就帮我一下吧。但话讲罔求啦，有也好，无也好啦，加减啦。你若无法度，无要紧啦，我不太大抱太大的希望。我下早第一场的时候，一直咧想讲，罔求吼。华语唔知要安怎讲吼，姑且一试尔吧，罔求，唔过要安怎讲，加减求啦，反正都死马当活马医啦，你哪会通做甚物，你都帮咱啦，一点点，无你精神上甲阮鼓励一下嘛好。耶稣该责备，怎样讲？你怎么会这样讲？你若要求上帝，有信的人。逐项拢会是责备，嘛是对咱的一个提醒，对咱甲上帝关系一个提醒。伫即句话内底，我也提出一个咨询吼：你安怎去解读逐项拢会？咱有时会甲即个代志讲，是啦，我对上帝有信心，上帝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做是解决我的问题，爱照我的时间甲我的方式。所以，逐项拢话，虽上毋是一张互咱空白的支票，讲我来写讲，阮囝即马着癌，我，所以上帝你逐项拢话，你爱甲我医治好势。我要甲顶礼拜的讲道小可阁提醒一下，事实上，咱爱互上帝做上帝，上帝逐项拢会，这个我们。没有怀疑，无任何的怀疑，总是迄个话，上帝会照伊认为适当的方式，甲伊适当的时间来处理我的问题，无一定会甲我医治，总是伊一定会用伊认为对我上好的方式来，互我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咱顶礼拜用哈巴谷讲，虽然无花果树无结果子，杨条无杨枝，逐项拢无，总是我要用耶和华做我的喜乐。顶礼拜咱讲，但以理三个囝，三个朋友，第二步甲尼撒龙要甲小死的时阵，伊讲我相信上帝有能力救我，即或不然，若无安尼，我犹原相信上帝会对阮做上好的安排。这种的信心是需要咱不三时来提醒，是毋是我对上帝的能力是怀疑？也是讲我相信，我也愿意顺服，照主你的旨意，你逐项拢会。我对你有信心，你逐项拢会，你会认为对我上好的方式来处理我的问题。所以这个老爸听耶稣一听懂了，这个老爸连面后就讲：我信，我对你有信心，我对上帝有信心。总是我所信的无够，你就帮助我。我有信心啦，总是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你就帮助我。这是一个真水、真实在的一个祈祷。我咧读中文的吼，伊伫和合本吼有一点矛盾。迄个和修本的圣经，在第一场我用这，迄个老爸。马上回答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你的不信啊，个我信。所以我感觉这
后摆圣经公会，我再来甲翻译看卖，这个有一点翻译上的矛盾。我信，总是我信是无够嘅，信是无够嘅。我唔是唔信，我信总是我的信心很短。所以，伫咱的经验内底，我信有上帝，我信上帝有能力来处理我的问题。我相信一切我的情形，拢伫上帝你的掌控的内底。总是我定定会袂记你，袂记来信靠你，我一直想我家己都有人处理等等，我信心无够呀。感觉讲我若无法度通处理，上帝你嘛无法度。我若无法度通面对这个难题，上帝你嘛无法度。所以这个老爸伊是咧讲，是我相信，总是我到今仔日到今嘛，我的信心无对你信心无够呀。你若会当做什么，请你来帮助我。是我信心真无够，我应该有更大的信心来挖靠你，求你来帮助我。这是第一个老爸，第二个老爸是这个约翰第4章的发生的所在，咱爱小可注意。伊搁到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伊第一个信仰，伊用水伫婚姻的下用水变做酒的所在，有王的灵神，所以咱知影这个老爸伊的身份是一个有社经地位的人，是希律王来这个内底一个大神。伊的囝破病伫加别龙，伊听见耶稣对犹太到加利利为耶路撒冷迄边，佫倒转来到加利利省，就去就近伊，求伊落去医治伊的囝，因为得要死啦，所以伊的囝病情相当严重。王的灵神对伊讲：“主啊！”趁我的细囝还未死，落来去。这是这个老爸对耶稣讲的。伊的关节没有办法解决他儿子破病的代志。王的灵神，我相信凭伊的社经地位，一定有足侪resource，通好请上好的医生啦，等等来做遮。总是最后。伊一个较重要的身份，伊是一个特别失去囝儿的老爸，囝伫死亡边缘的老爸，所以伊来到主的面前，听见耶稣对加利利对犹太到加利利，就去就近伊，求伊落去医治伊的囝，因为得要死啦。这无放弃，最后5万。我毋知啦，咱若知影讲，咱的。足疼的人已经到临终边缘，咱大部分是留在他身边了吼。咱袂过去黑白照，因为可能是最后一个时间。所以这老爸虽然得要死，伊总出去找帮站。伊用3个动作，伊听见耶稣对犹太来加利利，听见别人讲耶稣来就去，伊就。采取行动去找这个帮站，来救伊，来救最后的希望。别人的经验，在咱的信仰的中间，应该也是安尼。你今日来做礼拜，听牧师咧讲，听人咧讲见证，咱听见别人的见证，总是伊来跟我都无关系。你若无采取行动去追寻，去知影上帝的能力，你就停在听见，别人的见证跟我无关系。所以听见就去，然后有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望咱信仰的经验也是安尼。逐礼拜来做礼拜，你咧听是别人的人生的经验，甲伊的见证。我有就去，我要我嘛要经验这种的上帝的能力。然后要求这个款，咱爱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来解决我的难题。我要讲的就是，你注意地点。事实上，加比隆到加纳，这个地图安尼看是38公里。当然，我毋知影这个做官的人是毋是有马车通好坐，也是安那。总是若用行路是，伫迄个时代是5、6点钟。伊的囝伫加比隆，伊要求耶稣是伫加纳。安尼行落是3、8点钟，你坐马车可能嘛要1、2点钟。总是伊拼出来来找耶稣，趁我的囝。也未死，落来去。伊已经设定，我千里迢迢来
救你，所以时间很宝贵的，一个特别濒临死亡啊，所以趁我的细囝还有一丝气息，你赶紧来跟我做伙来去来帮咱。所以，伊用家己的知识财物来甲主耶稣讲，即马应该安怎做？你跟我做伙来去来医治啊！耶稣的回答真干脆，讲去啊，你的囝已经活。时间甲空间对上帝来讲，毋是问题。今日咱伫遮，伫美国，伫什么所在？我某人伫美国已经伫要死啊！耶稣，你伫台湾，你赶紧甲我坐飞机，咱来遐甲我帮助，我迄落。耶稣无必要照咱所想的方法来做这，伊若愿意，伊直接甲讲，真干脆，你的囝活啦，你的囝活啦。所以上帝无需要照我认为应该做的方式，反正上来去顺服主的话去行去做就好啊。圣经写讲，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囝活啦。迄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就去。啊，我用这句话是有一点伏笔啦吼，来看。上帝伫以赛亚先知讲，上帝讲我的嘴所讲出的话，就要成就一个迄个旨意。咱知影权力愈悬的人，伊的话一讲出来，啊就要正。即个佩洛西伊做到美国第3个顺位总统，啊，伊伫迄个所在讲啊，即马中国咧威胁台湾，啊你雷根号你就卖刷叮当，他吹一出来，啊行动就变做显现伫迄个所在。上帝话命定啊，伊就安尼行，就安尼做，所以真干脆来答应。啊，即个人嘛有非常大的信心。伊就去，上帝时间伊袂耽误着啦吼。趣味的是后壁这段吼，51节，拄落去的时阵，伊的萝卜几若人，所以这个官可能做袂遂啦吼。伊个萝卜几若人拄着伊，甲伊讲你的囝活啦，伊要落去，可能还袂到厝。伫半路的时候，人就赶来甲伊报告，讲你的囝活啦。这个大臣甲伊问讲啊，什么时阵伊敢若破病煞较好？伊甲伊讲，昨下晡1点。啊，这个老爸一算，昨下晡1点多，我咧甲耶稣讲，你的囝活啦。迄个时阵，耶稣讲的时阵，迄边迄个发高烧啊，用要死去迄个人，咧就退啊。啊，就好起来，所以伊家己全家就拢信。所以这个老爸伊是先相信，你若安尼讲，我不啰嗦，我相信我的囝一定会活。得证实了后，圣经讲伊甲因全家搁较信。我想这个是善的循环，信量的迄个往上提升的这个话。我有一个真趣味的发现，你毋知有看到这段圣经？事实上。迄人信耶稣所讲的话，转去。那下晡1点吼，那照讲往行路6点钟，暗时7点就到。不过伊到也拄着萝卜是昨1点的时阵，所以你会通甲看讲，这个是一个趣味的。这个人伊耶稣甲伊讲，你的囝会活的时阵，他也信上帝到一个程度讲，那没有问题了。我会通伫这个迦纳处理我其他的问题，好处理了，过段工伊才倒转去看伊迄个特要濒临死亡的。我是做老爸讲，哇，你的信心大，你若讲我，你讲囝我，毋过我嘛小可还佫怀疑咧，我再赶紧转去看了赶不上最后他的时间，啊是讲我嘛要。马上确定讲，伊有照你讲的话无？这个人甚至放心伫迦纳逗留1个晚上，到过段工才转去加别了。这种的全然信靠的信心实在是无简单。总是有时咱嘛需要听候上帝的时间。头前马可迄个老爸，当耶稣赶这个鬼出去了后，情况更糟糕了。迄个囡仔敢若亲像死去呢，
耶稣你莫伫遐甲赶鬼，无一定要囡仔伫遐抽出闹乱，还佫咧叮当咧。到你甲赶迄个囡仔煞干那死去共一样。所以做边仔人讲啊，迄个死啊啦，迄个是死。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对老爸，迄个老爸信心一个真大的考验。马可9章讲，耶稣牵迄个囡仔的手挥起来，然后才看伊完全好。所以信靠上帝，毋是干那信靠伊的听、伊的能力，有时咱来信靠伊的时间甲伊的方式，无一定要马上互你好。咸菜无一定啊，你爱等一个月哎呀。耶稣有小可怨叹啊吼，两个例内底拢讲，系啊，真毋信的世代。我爱吞忍恁偌久，我爱甲恁住偌久。约翰嘛讲，为什么世间人无看见神力奇事，恁的确毋信？恁认为恁看见的眼见为凭吗？今日咱对上帝的信心，敢建立伫我会通科学实证，我会通目睭看到，我才要相信。为什么遮尔我相信上帝。耶稣的护士讲：我著吞忍恁偌久，我著甲恁住偌久。迄个恁毋是干那指当时遐人，嘛指今仔日你甲我。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伊是一个责备，嘛是一个感慨。人对创造，互咱遮尔奇妙的身体，互咱遮尔奇妙的一个宇宙，咱要信伊遮尔困难。咱拢相信眼见为凭。今仔日咱伫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你眼见都不为凭了。那德惠时啊，迄种的，甲你看啊，都讲你讲话，对你讲的啊，嘛你的声音，人就是有法度用科技甲伊变做讲这种假消息、假新闻。所以咱今仔日还是以眼见为凭。我爱看见，我爱家己摸的，亲像刀马共一样。拢掠家己的知识、财物、经验做神的凭证。我若无经验过，亲像刀马；我若无经验，我绝对毋信。这世代的人，包括你甲我，定定嘛是安尼。咱毋相信上帝比我较敖，咱毋相信上帝的能力。实际上，咱今仔日父亲节，我特别一直要把这个关系扭到上帝的心。咱知影父母看见囝儿咧痛苦的时候，拢是非常的着急，拢是非常的跨入。特别咱若讲真正亲子关系真歹，有时要甲你断绝关系，迄个对做老爸老母的人心是非常的艰苦。伫咱的信仰内底，天父上帝创造咱做咱的天父，总是因为咱的罪，因为咱误逆上帝，抵到迄个关系已经断绝了。无法度通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等于到上帝永远的家。伊看见伊的囝儿在罪恶的中间，要靠家己的修行功德，想要来挖上帝，伊替咱备办救恩的道路，伊愿意替咱受罪，咱才有信了，才有耶稣基督会出现。所以你若看马纳基甲新旧约最后一句话，甲新约的头前几句话，你就会知影。这马纳基先知甲旧约最后这个先知讲，看耶和华大过通惊的日，耶和华大过通惊是伊对咱审判的日还未到的提升。伊要先备办救赎的道路，伊要找先知以利亚到伫恁遐。先知以利亚要伫迄个所在讲，来啊，咱就悔改，因为天国近啦。伊要互老爸的心，搁一摆转往囝，做囝的心，活倒转往伊的老爸。我要先甲救赎的这个稳定先摆伫遐，免得我来救助我家己的囝儿。叫做我所创造的人，叫做这个地。所以后来咱看见行事的约翰伫路加1章17节，同款，迄个以利亚就是新约行事的约翰。
伊要用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行做头，为着弥赛亚，为着主耶稣来做来铺庇伊的道路，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因为耶稣已经替咱担当这个罪，这个老爸的心转囝，互背逆的囝会趁义人的智慧。咱本来是背逆的，因信称义，会通来成做义人，互上帝来接纳，为着主备办合用的百姓。所以对新约开始，感谢上帝，互咱知影福音书内底耶稣10摆用话讲，恁着称上帝个阮伫天里的爸，因为关系已经好好啊。用安尼来认捌上帝，这个上帝毋是干那审判的上帝，伊是听恁爱咱的上帝。所以咱头先咧用主的祈祷文，你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是你有甚物款的问题，甚物款的代志，望咱带到咱伫天里的爸面前，可能地上的父母也无法度替你解决的，咱来到主到上帝面前，你是阮伫天里的爸，我要来恳求你。我看这个图去找到这个迄边英语会写讲，我对一个老爸来讲，对所有的人来讲，我得到人生中得到上好的礼物，是对创造我的上帝来，因为伊拥吻我，叫伊做阿爸爸啊。所以望咱今仔日伫天父上帝面前，一方面来庆祝咱的父亲节，一方面来感谢咱伫天里的爸。咱就用这个来做咱今日的金句，来倚靠耶和华。我今日的题目是倚靠天父，咱做伙来倚靠天父，来行咱人生的道路。做伙来读一解吼，就耶利米做伙倚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倚靠的，迄人有福气。耶利米17章第7节这个也是美国做一个装饰品吼一个老爸的祈祷老爸的祝福。咱来倚靠咱的天父，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父亲节来孝念阮伫天里的爸，你对阮会疼痛。求你互阮亲像这两个为着囝儿心急如焚的老爸一样，阮知影带到主你的面前，得信凡事拢为。阮相信你一定替阮备办上好人生的道路。恳求你，互阮更较厚倚靠你。主啊，阮亲像迄个老爸讲，我信，总是我信无够额，求你来帮助我，伫以后的日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回应上帝的话，三甲来吟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请起立。
坐。奉献，请陈宝西执事甲赵撇光执事。请起立。请坐。报告。第一，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阮庆祝父亲节，感谢圣歌队、基督团契甲青少年团契的联合诗班，用献诗来表达对爸爸的疼。第二，今仔日12点，说到70周年的特刊的总编辑赖玲玲执事要召开编辑的会议，请小组的成员留来参加。第三，后主日8月14，第2场的礼拜以后要召开小会，请长老有留时间参加。第四、第三季的圣礼典安排伫8月28。若是有兄弟姊妹要洗礼、捐信礼，转会籍的，请量早互牧师知影。若要受洗，就爱先上4个礼拜的学道班的课程。接煞吼，因为父亲节。要送予即个爸爸一寡礼券，请张牧师。我先来介绍，咱中间今日毋就先来，我先介绍吼，阮伫美国哩共生时同患难，路易斯吼拄杨太太吼，伊倒来办代志啦吼，拄好今仔日通来甲阮做伙做礼拜，明仔载要倒去美国吼。路易斯，咱欢迎伊，刚伫遐。是，抑阁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无？我遮无资料吼。无咱我来介绍阮牧师娘的孙吼，志勤吼，甲伊的未婚妻吼。志勤，请你徛起来，甲伊的未婚妻，他们因9月要结婚吼，恭喜！毋知抑阁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无？歹势，我遮无啥物资料吼。欢迎啦吼，希望大家有机会看留咧做伙来交陪。即马先请做父亲的吼，
咱市里咱少气要代表教会送咱礼券互咱去食一个补咧请父亲做老爸拢徛起来互少年团契小朋友青年人较知影要送互什么人，咱摕到咱就听他坐下了还没有站起来，请加油了还没有站起来的，请加油不过爱结婚了要先结婚以后再来做爸爸了有摕到的人请，站起来的站起来的若摕到咱先坐下楼顶拢有无？哇，谢谢唔知大家无客气不管你也阁有后面的，恭喜恭喜所有的爸爸今仔日咧看直播网络直播袂当来的爸爸我会甲你的分放伫办公室。如果你若有来办公室，请你来办公室来办公室来父亲节的一个礼券来食补一下谢谢大家。团契消息甲教界消息，请会众家己读。请为着台海的局势全球的疫情，甲阮所有的爸爸来代祷。上映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所有爸爸以及咱众人三合一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谢谢密祷、避讳、